我哋對抑鬱嘅刻板印象仍然停留喺瞓低喊、情緒崩潰、唔同人交流嘅表面，但實際上，無數抑鬱症患者在病發前嘅狀態係高度社會化㗎。佢哋識得隱藏、擅長偽裝，在所有人嘅面前睇起嚟都一切正常。大多數抑鬱症嘅開始唔係毀滅性嘅崩潰，而係正常生活仲可以完成任務，但心裏邊漸漸熄滅了火種。佢哋唔係唔想生存，而係活着越嚟越唔似自己。佢哋唔係冇能力，而係能力全部被用嚟扮演正常人。佢哋唔係唔堅強，而係堅強耐咗，再也揾唔返可以軟弱嘅地方。抑鬱嘅人食乜都冇味，睇乜都冇興趣，瞓一覺都唔覺得恢復咗力氣㗎。睇起嚟冇乜嘢，生活仲係繼續，但好似乜都變得冇意義咗。抑鬱症唔係你對生活失咗興趣，而係你內在嘅生命力長期被壓抑、被否定、被忽視。佢係一場可以致命嘅心理病，一種系統性嘅心理浩劫。最重要嘅係，佢可以被預防，可以被識別，可以被治療嘅。你可以去心理諮詢、食藥、休息，放棄一部分期待，好好保護自己，畀自己一個真正療癒嘅機會。